香港係右軚市場啦，咁我哋都係會適應一啲右軚左行嘅駕駛行為嘅。其次，香港嘅迴旋處有別於其他地區啦，佢分為普通嘅迴旋處同埋螺旋式嘅迴旋處啦。交通規則有明確嘅要求同埋規定嘅，我哋系統需要學習呢一啲嘅細節位啦，而避免有任何風險同埋違規行為。第三，例如一啲特殊嘅交通燈同埋臨時指示牌啦，例如一啲人工嘅 Go and Stop 牌啦，會增加我哋辨識嘅難度。我哋希望透過機器學習模型不斷訓練，提升對呢一啲情況嘅準確度。包括多車同時運行啦、非商業載客測試、測試範圍嘅擴展同埋車速嘅提升添。自動車嘅測試範圍不斷擴展，由機場島擴展至到啲更加複雜嘅公路啦同埋小區嘅。隨住個自動駕駛系統不斷改善啦，自動車嘅車速逐步提升，已經可以根據相關測試路段嘅車速上限提升至每小時50公里嘅車速啦。